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下晡会对日本回国，早起伊阁去参观甲近代中国史有关系松本楼。昨侯友宜嘛接受日本媒体访问，侯友宜是表示讲，伊会遵照前总统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的路线，帮国当重回国民党执政的时阵，良化稳定的状况。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咧东京松本楼和小坂文乃做伙翕相。其实小坂文乃都是当初时出钱出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梅屋总结的后代子孙，所以侯友宜也专工来甲伊拜访。不过伫这个过程中间，也出现一件心塞的代志。希望我们能早日去台湾旅游。 伫咧日本读册的中国学生特别来表达支持，侯友宜嘛甲伊鼓励，两岸的关系受到各界关心。朝日新闻专访侯友宜的时，也特别问到，敢会参与中国所讲的民主协商？现阶段，两岸要先开始反俄冲突，先做起。所以，如果现阶段提怎么样一个民主，怎么样一个协商的一个倡议，事实上是现阶段是不可行的。 其实侯友宜来松本楼进前，今日早起是先甲这个进前，因为较早无见面到的这个立法院的会长古乌龟师来做伙食早顿，也有其他国会议员嘛有做伙，因拢有讲到这个日本的议员这边会来支持台湾加入到亲像这个 WHO 这个国际组织。日本的行程特别结束了，侯友宜嘛讲到，这座行程对台日关系的深化非常有帮助。跟日本好朋友们 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我们会继续台日关系深化下去。人在日本的时，台湾拄好等着洪泰要来，侯友宜出伊暗时特别穿红色的夹，伫咧线顶参与新北市府的防灾会议。侯友宜强调，伊拢有在掌握洪泰的消息，这嘛考验伊应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